行政院长杜英台将要求全国展开扫污甲锁探的行动，伊今仔嘛去刑事局视察，警方最近扫污掠到2500个嫌犯，查到不法所得7亿4900万元。杜英台嘛强调讲，台湾毋是歹徒甲犯罪集团会当摇摆唱秋的所在。 下部会官员出现伫刑事局，行政院长杜英台车站嘛亲身视察。伫台南发生枪击命案了后，要求全台是开始扫污肃探的行动。警方已经结束一波专案的执行，伫扫清嘛有进展。对诈欺、黑道、助贪以及反毒，我们全面的施展开来。我们一定要让他们觉得台湾。 不是你可以这么嚣张撒谎的地方。杜英台佫一摆宣示讲，对乌金、抢毒和诈骗绝对袂放过，严加打击的决心。这摆查缉的成果，毋那是扫红背山帮派成员，查扣着手枪、无机枪14支，嘛掠着缅甸会等等黑帮分子涉及非法跋筊、诈欺取财、假名人来诈骗，真侪幕后的主嫌，这摆拢互掠着。在新竹县跟苗栗县查获廖姓等10名。 水房跟车手嫌犯到案，那清查被害人超过20人，而且诈骗金额超过2亿3800万元。这波专案行动是逮捕超过2500个嫌犯，查扣到的不法利得是有7亿4900多万遮济。虽然中央讲少年线正济件专案对各方面持续进行，看起来是加大查缉的力量，但是这种犯罪是一直看无当时会当根除。记者综合报道。